耳其总统埃尔多安7月2日抵达北京，并同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谈。据说，埃尔多安在会谈中表示，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在中国发展繁荣中幸福的生活。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中国新疆地区各民族居民在中国发展繁荣中幸福的生活是个事实，土方不允许任何人挑拨土中关系。土耳其坚定反对极端主义，愿同中方增进政治互信，加强安全合作。一名维吾尔年轻人在中国集中营死亡，家属6个月后才知道了此讯。据突厥斯坦新闻社报道，东突厥斯坦裔土耳其公民塔基郭里哈密杜拉从2017年起失去了和儿子的联系。他试图联系儿子卡哈尔赞卡乌里，但是一直达不到任何结果。最后，通过土耳其外交部的干涉，中国领事馆通知他，他儿子已在2018年11月因心脏病死亡。安倍晋三与习近平会晤时提出了维吾尔和香港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 G20 峰会开始之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对香港最近发生的上百万市民上街抗议修改逃犯条例使北京可以在香港抓人到中国的问题表达了关切。日本政府内阁官方副长官说，在会晤习近平的时候，安倍晋三首相也提出了中国西北东突厥斯坦地区的人权问题，指出尊重人权和法治的普世价值的重要性。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进行种族灭绝和文化大屠杀。与此同时，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模式扩展到其他穆斯林地区。3月31日，宁夏银川市西峡区行清镇3村北大司遭政府强拆，各执法部门包括城管执法队、交警队、公安以及特警车辆、挖掘机等超过30辆车抵达现场。警察在清真寺周围拉上警戒线，禁止车辆通行。执法人员每隔几米把守，不仅4外把守的警察5步一岗10步一哨，还有便衣警察3、5成群的混在人群中监视，呵斥人们拍照转发，并称谁敢阻止强拆，就按照黑恶势力抓捕处置。俄罗斯一科考深潜器发生火灾，造成14名潜水员丧生。报道称，遭遇事故的深潜器在对海底地形进行测量的过程中发生火灾，原因正在调查。普京就事件表示，这对海军造成巨大损失，并会向遇难海军家属致以慰问，同时要求彻查事件。邻国挪威表示，有俄罗斯官员告知，起火原因与气爆有关，目前尚未探测到高辐射水平。中亚最大清真寺即将完工，该清真寺位于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商别，于2011年10月29日，在纪念以妈目哈尼菲诞生1310周年日仪式上，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哈马诺夫为该清真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同年10月正式开工，外国公司也参加了清真寺的建设，预计耗资1亿美元，其中7000万美元由卡塔尔提供。